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行《使徒行传》第2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慧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主，在每天的清晨有主的恩典同在，让我们有美好的圣经共读时间。求主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智慧，透过读经更认识上帝的旨意，并在生命中活出上帝的荣耀。也透过牧师对经节的讲解，使我们更明白圣经的真理，领受其中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不单单是信徒，更要成为门徒，成为使徒，宣扬主的福音来荣耀主。我们将以下共读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读了《使徒行传》的第13章，那是保罗他的第一篇讲道篇。那这篇讲道篇很长，但主要是向犹太人来介绍耶稣就是救主，就是基督。那他也提到犹太人是依靠律法，那过去靠律法接受割礼，要维持跟上帝的关系是无法得救。只有依靠上帝所差的儿子耶稣基督赦免罪，得到赦免，心中受割礼才能得救，才能称义。那也劝勉这些犹太人还有决志信主的人，要在主里面恒久依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只有3天捕鱼2天晒网。那律法下的犹太人呢，却是满心的嫉妒，因为看见许多的人都来跟随耶稣，但是圣灵的充满在使徒身上，也在外邦人的身上，那可以看见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一边是满心嫉妒，一边是满心的喜乐。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保罗还有巴拿巴，那他们在这个第一次布道旅行当中继续的行程，来到了小亚细亚以哥念。那要读经文以前，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地图来了解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那他从安提阿出发，那去到了西流基，搭船到了塞浦路斯的萨拉米，那再从萨拉米贯穿塞浦路斯到了西边的帕福。那省长是求保罗就在这边来信主，接着可能是透过是求保罗的引荐，那他去到了别家，来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然后再到安提阿省，是在加拉太的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再从安提阿到以哥念，以哥念是我们今天会读到的。好，然后再接着到路斯德，再到特庇，那最后从特庇再原路回来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那去到了亚大利。好，那这次就是从亚大利再搭船回到了安提阿。好，那在安提阿大概待了2年的时间，那再出发去这个第二次的布道旅行。那在第一次布道旅行回来，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写下了加拉太书因为他去了这一趟第一次布道旅行，跟加拉太的地区的众弟兄姐妹会这些会堂里面的信徒有很多的密切的交往。那也在加拉太书写的时候呢，是在耶路撒冷会议，那是在第15章。我们明天会继续来提到关于耶路撒冷会议的内容。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第14章，先请慧兰执事带我们来读1到7节。第一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以色列。保罗和巴拿巴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他们的言论使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信徒。可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煽动外邦人，使他们厌恶信徒。两人在那里住了好些日子，他们大胆地谈论主的事，主赐给他们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借此证明他们所传有关他恩典信息是真实的。城里的群众为此分类，有的站在犹太人那边，有的却拥护使徒。
可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连同他们的领袖决心要伤害使徒，用石头打死他们。使徒知道这事，就逼住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两城，以及附近一带地区，在那些地方继续传福音。以上。谢谢。那他们虽然受到迫害，那在这个庞菲利亚的地方，好，但是呢，他们来到了以哥念。那以哥念呢是在它的意思，这个城市的意思叫做形象 icon， 就是今日土耳其的孔雅。那在比西底安提亚的东南方，好，那离比西底的安提阿大概有145公里之远哦。那这个城呢，好，也位在于狭亚细亚的中南部。那水源上来讲是充足的。好，那还有罗马的这个，是画面有出来吗 ？OK， 好，有看到画面。那就有罗马公路经过。那在主前25年呢，是被划入到加拉太省了。好，那这加拉太的范围呢，好有变动，那也比较大。好，所以会有北加拉太和南加拉太的2个主要的地理位置。那后来主前25年，好，属于加拉太省的弗吕加。那这个是今日的土耳其的孔雅，可以看到它大概的样子。好，那还有这些的建筑，还有这些的古迹啊，但在使徒行传是更早的。那到了以哥念，保罗、巴拿巴，好，那到犹太人会堂，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可以，我们虽然在昨天的经文里面，好，那保罗他有明确说，上帝已经立他做万邦之光，好，那要这些基督徒施行上帝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但是他还是依然去到了各城，好，仍然会先接触的是会堂，是先接触犹太人。那所以刚才第一节提到保罗、巴拿巴，好，他们的传道也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成为基督徒。可是第2节就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煽动外邦人，那他们就让他们来制造分裂。那2个人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以哥念也住了一段的时间，继续的谈论主耶稣的事情。好，那这里写说大胆的谈论好，可见就是说有受到反对，有受到阻止、阻挡，但是他们仍然继续的谈论。那上帝给他们行神迹和奇事的能力。那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特别强调有什么神迹和奇事。等一下下一段我们会看到，好，那这是保罗在第1次布道旅行当中所行的神迹好，那在塞浦路斯也有叫这个巴耶稣眼睛看不见。那到了这个加拉太省的地方，好，那也有行这样的神迹，好，但是是医治的神迹。那但是这些犹太人来之后呢，因为制造冲突、制造对立，以至于呢城里的群众为此分裂。好，所以这个以哥念呢，这个城呢，好，那却因为信耶稣这件事情，好像政治，好像这个宗教，不仅是宗教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好，那也让这个城里面的人呢心就分裂，好，就原文是被撕开。那有的就站在犹太人那边，好，坚持这个摩西的传统，好，律法的传统。那么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清楚这个议题。但有的呢，却要拥护使徒，好，那所以这个议题呢，包括所有摩西律法的一切都要保持，都要留下来。但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跟他们的领袖呢，好，不仅是没有良性的、没有君子的风度君子之争，好，反倒是先下手为强，好，就是他们决心决意呢要杀害使徒。好，那怎么杀害呢？好，那在这里和本是写要凌辱，就是不仅要羞辱他们，甚至要用石头来打死他们了。好，就是都已经计划好。那犹太人的律法，好，或是犹太人的这个拉比的教导，好，让他们是非常的狂热。好，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个伊朗、以色列，
那特别是在伊朗当中的这个领袖，在宗教上的狂热啊，会让这个整个地区、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那使徒他们提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被用石头打，所以他们就避往这个吕高尼和路斯德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2个城市去。那吕高尼呢是另外一个省，好，那它在这个地图当中可以看到，就在加拉太再下来一点他们就是往下走，往南走。那这吕高尼呢，好，除了以哥念路斯德，好，那还有这个启示录当中的老底嘉，好，也都是在这一带地区。好，那老底嘉是以弗所地区教会的比较东边的地方。吕高尼这个地区呢，吕高尼的意思就是狼之乡好，可见这个地方当时可能有很多的狼那也是在小亚细亚内陆的一个省份，虽然人口不多，但是人民生活朴素，那狼也会比较多。路斯德和特庇都是吕高尼省的地区，那但是在行政区来讲呢，还都是属于加拉太省所以这个加拉太才会有这个北加拉太或是南加拉太。好，那接着再请慧兰指示带我们来读第8节到第14节。第8节，路斯德城里有一个残疾的人，生下来就跛脚，从没有行走过。他坐在那里听保罗讲道。保罗看出他有信心可以得到医治，就定睛看他，大声说：“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了起来，开始行走。群众看见保罗所做的，就用吕高尼话高声喊说：“有神灵化身为人降临在我们中间的。”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带头说话的是他。城郊有一个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带着花来到城门口，要跟群众向使徒献祭。巴拿巴和保罗听见他们想做的事，就撕破衣服，冲进群众当中，大声说：“以上。”好，谢谢。那在从以哥念来到了路斯德路斯德里面这个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好，那这一段呢可能路加的提起让我们想到了在使徒行传第3章1到8节，就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来到了这个美门那奉耶稣的名叫这个人站起来行走。那同样保罗也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就是路加在为保罗跟彼得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彼得有做的，保罗有做的，也有做。那彼得是这个耶稣的12使徒，那但是保罗却是外邦人的使徒。那路斯的这个地方的字义呢，就是赎回，那又在离以哥念有40公里左右。那在主后的6年，由罗马建立了罗马大道，那通过了路斯德，那就让这个城镇开发。本来是狼之乡，那是因为有罗马大道呢，所以渐渐就开始兴起，好像这个都市计划一样，先开道路。那这个城市后来几乎消失在历史上，那到近代19世纪的1885年才被考古学家重新挖掘。那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路斯德当地的特殊的这个地理景观。那路斯德呢比较虽然没有太多城市因为它的考古比较近代才发现，但是路斯德是提摩太的故乡好，那在使徒行传第16章就提到提摩太那就是路斯德的人。那提摩太不是只有一个人，还有包括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外婆有尼基和罗以那都在这个地方教导提摩太让这个提摩太能够受到很好圣经的教导。那甚至在路斯德跟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提摩太，所以当时路斯德和以哥念那他们虽然距离有40几公里但是却对于提摩太的信仰是非常的肯定。好，那在这个地方医好这个路斯德没有名字两脚无力的人，天生就是瘸腿，跟使徒行传第3章一样。
但是群众看见神迹的反应呢，好让人吓一大跳，就用吕高尼当地的话喊说，有神明化身成为人降临在我们中间。哇，那大家就对这个非常的狂热，好，那就以为就是巴拿巴，因为巴拿巴的年纪比较大，好，所以他是宙斯，那保罗是希尔米，好，是宙斯的儿子，好，那可见巴拿巴和保罗年纪上本身是有一段差距，那而且这里还特别提到，他总是带头说话，好，就是宙斯开口以前呢，都是希尔米先说话。好，那这个宙斯的儿子，最后呢，再由宙斯来说，好，所以也看到说保罗和巴拿巴的关系呢，现在保罗从第13章，之后呢，就成为带头的角色，扮演这个带头的角色。那成交还有这个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带着花来到城门口，那所以这个瘸腿被医好的事件呢，引起了这个路斯德全城的轰动，连这个他们拜希腊人最高的神明的宙斯呢，就都拿出来当作是宙斯下凡，然后呢保罗变成希尔米。所以从这个图呢，我们可以大概看到，希腊的神话当中，对于宙斯的崇拜，那中间这个就是希尔米，据传的希尔米，那他是在替宙斯说话之前，替他发声，那希尔米是也被宙斯是众神之首。好，那希尔米是众神的使者，善于说话。那在希腊神话当中说发明语言的，就是由这个希尔米，他来发明出了希腊话。好，那这个希腊话呢，他们就传遍了很多的罗马帝国当中。好，透过希腊帝国的这个影响力啊，那也会他们会周游各地，好，那只要接待他们的，都会得到宙斯和希尔米的赏赐啊。好，难怪这一群的祭司，还有这群路斯得城的人，好，都来，那把他们当神来供奉。好，接着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保罗他回应的内容，从15节到20节。第15节，诸位为什么做这种事呢？我们不过是人，人性上跟你们一样。我们到这里来传福音，为要使你们离弃虚幻的偶像，归向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在以往，他任凭万民各行其道，然而他也时常借着各样善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例如从天上降雨给你们，使你们按时丰收。他是食物给你们，使你们心里充满喜乐。虽然使徒说了这些话，但几乎无法阻止群众向他们献祭。但是有些犹太人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和以哥念来，他们收拾群众，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当门徒们环绕着他时，他站立起来，走回城里去。第二天，他跟巴拿巴一道往特庇去。以上。谢谢。那有人认为保罗的这一段的说话呢，就是他的讲道。不过讲道的话，重点一定要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但是在这一段的说话里面呢，是在对人说话，并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一段是一个讲道。好，那保罗在这边只是反问这些路斯得城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因为他们说我们也是人，跟性情跟你们一样，那他来传福音给他们，是要什么离弃虚幻的偶像，来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那在过去，神是任凭万民各行其道，但是他也时常借着各样善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譬如说这个出太阳啊，下雨啊，春夏秋冬啊，好，让你们按时啊，让你们赐食物给你们啊，使你们心里面个充满喜乐啊。好，但是保罗讲到，显然的就是这只是应该一般是一个开头而已啊，但是后面还没有讲到的时候呢，还没有把他的话讲完。好，但是众人的反应是还是要继续向他们献祭，就是那个宗教的狂热，根本不想要听讲道，不想要听
保罗和巴拿巴，好，他们要说的内容，只把他们当作神，然后就用人他们路斯德城这群信徒自己想做的，硬要强加，好，在他们所供奉的神明身上。好，那这也会让我们看到，好像是一种民间宗教的信仰也是一样。好，他来到庙里面，没有想要听神明对他说什么，好，他只有把他想要的不断的告诉他，好，最后就是抽签跋杯，好，然后上香，好，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意念强加在这个神明的意念，然后就认为神明就是支持他赞成他，好，没有那个听，好，没有想要听的这个动作。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路斯德，好，感觉巴拿巴和保罗很有机会在这边，好，可以用神明的身份来传道，但却路加强调的是，从比西底的安提阿跟以哥念呢，这群犹太人呢紧追不舍，所以有一群宗教狂热分子，在这个路斯德是拜希腊的神明，但是比这个更狂热的是谁呢？就是这群犹太人，他们走了100多公里，160公里吧，来追到这120公里，追到了这个路斯德，就是穷追不舍，就是为了要斩草除根哦，所以在这里可以对照这犹太教徒跟信奉希腊教徒的这种宗教的狂热呢，是一个非常的疯狂，甚至他们来到路斯德，继续用同样的伎俩，唆使群众用石头打保罗。所以本来保罗这边是神呢，结果这群犹太人来，这样3、2下子，就让他们变成这个是罪犯，要用石头给打死。那甚至达到一个程度，以为他是死了，他是死了就是表示说他一动都不动，所以这种石头应该也不是用这种小石头，可能都是用这个至少一个手掌好大的石头，这样子砸，这样子 K， 打到他一动都不动，然后才把他拖到城外，拖到城外也是不动，所以才会当作是死。那20节说，当门徒们环绕着保罗，因为他带头说话希尔米，那他可能第一个受这个被 K 的也是他，可是呢，当门徒环绕他的时候，保罗路加写的让我们觉得很讶异，就是他就站立起来，他不是用爬的，也不是用滚的，也不是用哀求哀叫的，是站起来还走回去。好，那在这里可能也是一种神迹在他身上，好像金刚不坏之身，但是他明明是被打到动也不动，上帝却在他好像从死的当中把他救起来。那这个也让我们想到彼得他在监牢里面，被关死牢。好，那在关死牢当中，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死定了。好，第12章雅各被砍头的时候，但是呢，却上帝的使者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在这里，保罗也经历了同样的死里的复活。虽然他没有刻意的强调他真的是不是死里复活，但是至少提到死这个字，拖到城外去，然后又讲他站起来走回去。所以明明是从那个地方被打死拖出来的，可是他还走回去了。但是这里提到第2天就跟着巴拿巴一道往特庇去。那特庇呢，以哥念路斯德特庇呢，是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最后的最远的地方了，或是这个最后传道的地方，然后再来就原路回去。特庇的意思就是制造皮革的工人啊，讲这些做皮革匠，那也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离路斯德有48公里。那他在路斯德被打得半死，那回到路斯德城，隔天继续往特庇。那在这边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是关于特庇的东西呢，比这个路斯德要更少。那他也是到更近代1956年在特庇的土丘才进行考古的挖掘。那但是在当时这个都是一个可能真的是到今天也是一个比较荒郊野外，但是保罗为什么要去到那个地方来传福音？好，那最后一段21到28节，再请慧兰姐带我们来读。第21节，保罗和巴拿巴在特庇传福音，使许多人成为门徒。他们回到路斯德，然后到以哥念，又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到处坚固门徒的心，
鼓励他们坚守信仰，又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经历许多苦难，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两人又为各教会按立长老祷告和禁食后，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靠的主。两人经过比西底地区，到了庞菲利亚，他们在别家传布信息，然后去亚大利，从那里坐船回安提阿。当初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被交托在上帝的恩典中，来从事现在已经完成的工作。他们回到安提阿，就召集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他们报告上帝怎样借着他们工作，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仰之门。他们在那里跟信徒一起住了好些日子。以上。好，谢谢。那保罗被打到重伤啊，好，但是却好像体无完肤对，那却又好像没有事情一样。那又去到了最后这个城市，好，那甚至在这边提到，也是让很多的人成为门徒。好，那他们再回到路斯的，好，所以在特庇其实并没有特别发生什么事情。好，但是那个城呢，好，就表示犹太人以为保罗死了，所以就没有再去追杀到特庇去了。好，但是他继续在特庇传福音，就反倒是很顺利。好，但是路加也没有特别提到在这里的讲道内容，或是有人得救信主之后的情形。好，那只有提到他的这段行程，好，那完成，那所以又回路斯德，再回以哥念，那再回比西底的安提阿。好，那他们原路又回来呢，也是要兼顾门徒的心。好，因为前面昨天有提到，就是劝他们要恒久靠主，就是不能够离开这个信仰。好，那要依靠上帝的道和上帝的恩典也很久依靠神的恩典。那所以保罗也继续的帮助他们。虽然这只是几周的时间，但是他也尽他可能的。那也有可能他回到安提阿，再写了加拉太书，再回来帮助这些的信徒。那他们也为这些各教会，所以可见每个城都有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教会，所以为各教会按立长老。好，那这里就是第二次出现长老，之前的长老是好像突然跑出来，但这里的长老呢，就明确提到是案例，透过案例是在祷告和禁食，其实也是回到13章，巴拿巴和扫罗他们被差派出来，也是在祷告和禁食。好，所以基督徒在做上帝的事工的时候呢，是需要经过祷告，那也是需要禁食。但是禁食的目的不是不吃东西减肥，禁食是为了要来花更多时间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那所以保罗、巴拿巴同样也按例为这群被选出来的信徒变成长老。那他们在各教会能够坚守信仰，能够帮助教会弟兄和姐妹。那他们又完成这些事呢，就经过比西底。那之前是安提阿到庞菲利亚，也是他们一来到这个加尔西亚登岸的地方，那也到别家传布信息，再去亚大利坐船回安提阿。好，那别家我们之前有提过，米土这是别家有很多的雅底米的神庙和剧场，好，留下的遗迹。好，那再来是亚大利。好，那亚大利就是一个希腊神明所建造的城，用它的名字来取这个城的名字，是一个沿海的首都，在主前的150年，所以别家和亚大利呢，都是靠海地对不起，别家还有20公里才到海边，亚大利就是直接搭船的地方所以他们从帕福来，现在又从亚大利，那这次直接回到的是安提阿，就回到安提阿。好，那回到安提阿之后，他们就召集教会弟兄姐妹，跟他弟兄姐妹来报告上帝怎么样接着他们的工作，还有呢，怎么样为外邦人也开了信仰之门好，其实在安提阿就已经有很多的外邦人信主，现在他们所传的呢，也发现上帝的带领就是让他们越来越要跟外邦人来传福音。好，那就在安提阿住了一段时间，大概有2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图这个路线，大概我们就是可以看1、2、3、4、5、6、7、8、9，接着在原路10、11、12、13、然后14，然后最后就回到了安提阿。好，那当然回到安提阿之前，也要先到西流基这是搭船的地方。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找机会来讲。好，这个每个行程，好，这些的城市同行者里面做的宣教的工作、宣教的果效，跟遭受了
迫害，也是按照使徒行传的经文13、14章所写的记载下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人言可畏。那这人言可畏，就是当使徒们在传扬真道的时候呢，却有这些的犹太教的教徒在抵挡真道。那还有我们看到使徒们呢，用神迹来证实所传的道。那这是过去使徒很常用的，也是耶稣所教导的，在福音书当中。但是呢，在神迹当中呢，教徒呢却企图要消灭使徒啊，甚至决意要用石头来打死保罗。还有我们看到在路斯德的群众，他们迷失在神迹中，一看到神迹呢，就以为神明下凡，然后呢就疯狂的把神明供奉敬拜，连神明要开口说话都不让他说话，要讲道也不让他讲道，最终造成盲目的迷信。如果这盲目的迷信继续下去的话呢，那这后果是比没有传行神迹还惨，因为他们是把人当作神，是供奉偶像。所以这个让我们可以思考，就是对于神迹，我们不是说反对神迹或是说拒绝神迹，但是也要知道神迹的背后的意义和目的。最后呢，教会在很多的患难当中，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按立了这一群的长老，让这群长老呢，可以继续的在这个城，在这个地区，跟这群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很久的依靠上帝的恩典。那上帝也借着这些按立的长老与教会同在。那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保罗第一次的布道旅行，让我们可以完整的看见当初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向外邦人当中来宣扬，也让我们借着保罗跟巴拿巴的脚踪，让我们不害怕去到每个新的地方学习新的事物，接触新的人，但是更重要是把同样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能够与人来分享。求圣灵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慧兰姐，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